嚟到手一廠啦，同大家睇睇呢個模型先啦。咁啊，陣間即刻上去同大家睇下單位個景觀啦，同埋交樓嘅質素啦。環境由保利置業咧同華潤置地合作發展嘅，先同大家睇個園林花園先啦。見所以咧準備就緒啦，亦都係現有階段啦。今日就同大家睇嘅係市場極其罕有啦，超過1000尺嘅獨立啲大堂3房1套嘅大戶型。好啦，而家同大家睇下單位裏邊啦。咁而家單位咧實用面積1187尺㗎。咁先同大家睇下個景觀先啦。咁呢邊呢，我覺得呢個單位咧景觀十分之優質嘅，可以望住成個 CBD 嘅海岸線啦，由北角啦去到銅鑼灣、灣仔會展同埋紅磡嘅海岸線嘅景觀嘅。Nice。大家睇下主人房個 size 啦，喺啟德跑道區啦，3房1套咧，擁有1187尺咧咁樣大嘅主人房嘅，非常之罕有嘅，非常之少有嘅。咁啊，到嚟呢間房間啦，咁我左手邊咧都聽講同埋㗎啦，見到咧灣仔會展嘅景觀啦，同埋維港嘅景觀啦。擁有2.8米嘅熒幕玻璃幕牆啦，戶主都可以隨時隨地望到咁靚嘅景觀嘅。另外我前面嘅方向咧，都見到呢度咧空間都非常之足夠，去做到一個空務間啦，亦都可以呢個咧主人浴室。浴室採用大量嘅天然石材啦，再加特製嘅金屬啦，打造出強烈嘅奢華感覺，極具豪宅氣派嘅。進入第二間房間啦，外望西南啦，亦都擁有呢個無敵嘅煙花海景嘅。然後就到第3間房間啦，反方向望返空中花園嘅景觀嘅。廚房嘅配備全部用上 Miele 嘅爐具啦，再加 Miele 嘅雪櫃，再配備上西門子嘅洗衣乾衣機嘅。然後就到工人房啦，設有工人嘅出入通道啦，再加上有浴室嘅淋浴間嘅。而我做到下飯廳嘅呢，11尺2乘25呎3啦，側邊連接住另一個浴室嘅。最後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，同埋記得預約我的跟窗去參觀啦，我哋下條片見。